大家思考個問題，你哋覺得乜嘢係財富？係好多嘅金銀財寶啊，定話好多嘅 cash 鈔票呢？好思考下。其實今日呢一條片，我覺得都係有感而發就係好多呢收睇我 channel 嘅朋友嘅，我相信大部分呢都係認知水平或者收入水平唔低嘅朋友。因為其實我啲 channel 係好少啲好膚淺嘅內容，咁我都唔會去拍攝嗰啲過多修輯過嗰啲廣告片啊、樓盤廣告片，冇咩意思嘅。咁當然啦，今日喺呢個咁特殊嘅地方，祝大家龍馬精神，同埋一覽眾山小啊！當然今日依然呢係新年嘅初期，同你哋一齊提神醒腦啦，保證大家係有 Wing Sir 嘅 channel。會聽到其他 YouTuber 佢哋唔識得講，都講唔出嘅內容。咁但係如果有咧，90% 都係 copycat 抄我噶啦。同埋今日呢一條影片，無論你哋喺中國內地邊一個城市買樓，依然係通用嘅。就係其實我諗到一樣嘢，就係經常喺我嘅評論區嗰度睇到一類朋友，佢哋經常就係自我安慰啦。佢哋成日就話咧，有錢人佢哋買咗樓，即使買到啲垃圾嘅資產係冇所謂，佢哋覺得蝕咗就蝕咗但係另外一種呢，我都聽到一種聲音就係呢，佢哋就覺得我層樓我買嚟住啫嘛，升同跌同我冇關係。但係其實講真啦，真係冇關係呢，你就唔會攞出嚟講嘛。同時呢，正正就係呢一啲咁嘅聲音特別多，所以我先更加覺得我呢個 channel 嘅意義係有必要存在嘅，因為體現咗確實係大部分人冇呢個認知，或者講得難聽啲叫做無知啦。佢哋嘅認知非常之狹窄，正所謂夏蟲不可語冰啊嘛。咁當然我呢一期節目呢，就特別唔適合真係冇3次買樓經驗嘅朋友，因為如果你冇3次置業嘅經驗嘅話呢，我講嘅今日嘅內容可能你大幾率係聽唔明嘅。前段時間咧睇一本書咧，就係嗰個 Robert Kiyosaki， 即係嗰個窮爸爸富爸爸嗰本書裏面有2個觀點，我個人係非常之認可啊。第一個就係好多人佢分唔清楚資產同埋負債嘅區別。咩意思呢？其實所謂嘅資產，簡單嚟講，可以話咧就係幫你產生現金流，同埋可以幫你變現嘅嘢啊嘛。咁咩係負債呢？相反地就係令到你嘅現金流持續流出，或者係冇辦法變現嘅嘢，呢一種就叫負債啊嘛。咁佢第二個 point 令到我非常之有感觸嘅就係呢，佢就話對於富人嚟講，錢係工具。好多富人佢哋係唔會將錢擺喺明顯負債上面，同埋係冇辦法帶嚟回報嘅標的。咁都係可能有啲朋友佢冇咩金融知識嘅經驗，就聽唔明。咁今日 Wing Sir 我會通過3個思維升級同埋過萬嘅案例總結出嚟嘅錯誤思維，令到大家醍醐灌頂希望可以幫到你哋避到更加多，除咗地產上面嘅福，仲有係更加多係生活上面嘅福。因為喺我從業咁多年嘅經驗裏面咧，真係叫做富豪嘅客戶，佢哋唔一定出街一定係要撈晒全身名牌咁樣去時刻去 show off， 往往 show off 越多嗰啲人係更加反映出佢哋內心嘅貧乏啦。同埋最關鍵係咩呢？真正嘅富豪群體，佢哋嘅思維真係同嗰啲普通嘅買家係完全唔同。呢一啲係我喺佢哋身上學翻嚟。譬如話佢哋要比更加多嘅普通人更加精打細算。咁呢一度我所指嘅精打細算，唔係話佢哋好度縮，又話佢哋知道啲錢要擺喺邊啲地方，特別係買樓呢啲咁嘅重資產上面，佢哋知道身邊好多啲朋友，譬如買到啲3、4、5、6、7、8線城市嘅樓住得係好舒服，但係佢哋唔會盲目跟風，因為如果佢哋真係喜歡嗰啲，譬如話好似呢啲咁嘅好自然啊、山脈啊，或者一啲農村氣息比較重嘅地區，佢哋要選擇租落嚟，而唔係買。因為呢一個好關鍵，就係對於3、4、5、6線嘅城市，以後呢啲樓就係一個負債
譬如話大家熟知嘅東北嘅鶴崗啦，甚至乎而家中國最近好 hit 嘅最凍嘅城市叫做根河市啦，一套樓3-4萬蚊。包括我過幾日都會出一條片，我去實探啲真係資源枯竭嘅城市，俾你哋知道，我用我嘅雙腳嚟印證翻我嘅觀點，而唔係話好似啲人喺度鳩噏。因為我相信，因為阿 Wing Sir 嘅風格就係講嘢，我絕對係有理有據，而唔係憑感覺。聽啲親戚朋友話，呢度好，呢度唔好，冇數據，冇 framework，就自己喺度亂講，呢啲係冇任何意義嘅。同埋其實咧，講翻重點啦，呢一啲咁嘅樓，佢冇辦法帶嚟現金流，都冇辦法變現嘅。咁我建議你不如買翻隻錶。所以啦，呢一個就係思維方面嘅問題。真正有錢人唔係話我錢多，所以我買咗套50萬嘅咩郊區別墅，蝕咗我唔肉赤。呢一種基本上都係自我安慰，一係就係真係冇乜文化嘅嗰啲暴發戶啦。有句說話講得好好，叫做日拱一卒，久久為功。特別係隨住啦，而家越嚟越多外國人啦嚟到內地，尤其而家英國都免簽嚟中國內地啦。Wing Sir，我發覺尤其係珠海，越嚟越多外國人或者外地人嚟珠海買樓置業，所以我覺得越係熱鬧，大家越要小心。呢個唔係危言聳聽，係基於經濟學同埋金融常識嘅冷靜分析。咁好啦，今日唔會太難理解，保證由淺入深，層層遞進，令到大家一定帶住知識離開。所以大家記得先甩先。咁首先第一個 point 啦，聽起身就可能違背咗90% 啲人買樓嘅常識，就係買樓唔好根據你自己嘅喜好嚟買。切記呢一句，我相信好多人咧聽到呢一句說話就會好反感啦，就窒我啦。喂，唔係喎，我辛辛苦苦賺咁多錢，係咪？我買樓，我中意買我自己中意嘅樓，關你咩事啊？其實佢哋咁樣表達係冇錯，千金難買心頭好啊嘛。確實你真係啲錢多到冇地方使嘅，呢個你可以唔使聽我嘅 channel 嘅意見嘅。但係呢，好多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你所謂嘅喜歡係人哋製造出嚟嘅啦。舉例子，譬如話好多人嘅心智覺得佢睇到河景、海景就係豪宅，面積大就係豪宅。咁好啦，開發商就捉住咗呢一種人嘅心理，就狠狠地宣傳話呢度咩香港後花園。設計啲所謂嘅無關痛癢嘅優點，尤其係售樓部裝修得好豪華，廁所啊嗰啲都裝修好豪華，令到你買樓時候嘅體驗感呢完全拉滿。咁你會覺得哇，呢度到時交樓就之後係會所，可以點享受。但係事實上係點呢？屏幕前好多中咗伏嘅朋友就知道啦。但係嗰啲真係周邊環境配套又唔係特別完善，流動性又差嗰啲咁嘅地方，佢哋係唔會同你講噶嘛。你以為嘅春暖花開、面朝大海，其實呢一種咁嘅思維，往往你買到100% 就係啲垃圾資產或者伏嘅樓盤。因為首先佢哋冇考慮到以後嘅流通性。你譬如話5年前好多人買咗咩肇慶夢幻世紀城啊、江門碧海銀華，包括中山神灣啲咁嘅地方，買嘅時候開發商包裝得幾豪華，交樓嘅時候你嘅落差、你嘅痛苦就係幾大。佛學裏面講嘛，苦咩係苦啊？苦就係求而不得。所以點解啲人咁痛苦？原因就喺呢度。包括啲中介吹得幾犀利，理想有幾豐滿，現實就有幾急緊。咁當然呢一啲都唔算係最慘嘅，最慘嘅係咧，呢一啲樓你真係3折你都賣唔到出去，咁最終你就只能夠變成全家寶，變成咧喪失流通性，永遠係持喺手上。咁呢一種中招最多嘅類型就係旅遊嘅地產啦，包括養老地產。所以啦，投資界有句名言就係咩咧？冇愛上你嘅投資品，買樓同樣都係如此。佢就係一個資產嘅選擇。因為如果你買咗嗰啲咁嘅戶型嘅格局，其實呢，即使你當時買嘅時候唔係特別喜歡，但係你只要揸住最關鍵嘅因素就係個 location 真係好嘅。咁嗰幾年經濟回調翻，市場好翻，你起碼你仲可以賣，你仲有機會，甚至乎你仲有錢賺。但係呢，如果你覺得千金難買心頭好咁寫意嘅咁呢，
純粹就係中意啲咩複式樓別墅，擺唔低你嘅執念。咁呢個我執就係陪住你一世。所以思考一下，你嘅喜好固然係重要，但係前提你要認知。咁呢個前提就係跟住落嚟我仲要講嘅另外兩個 point 啦。咁第二個思維呢，就係你要記住，買樓其實本質就係買一個地區嘅綜合服務。特別係從來未嚟過中國內嚟買樓嘅朋友啦，你哋要知道呢個政策係非常之特殊，因為中國中央同埋地方政府佢哋實行嘅係分稅制，所以唔同地區嘅城市面貌同埋福利係天差地別。即使大家都係200幾萬人口嘅城市啦，但係往往就係差好多，甚至乎好多啦，有啲好無知嘅人就話中國而家出生率就下降咗，所以咧中國嘅樓市以後沒有未來。咁我相信咧，經常出國嘅朋友就知道啦，甚至乎啦，我哋中國台灣嘅朋友，你哋可以同我講翻台灣台北而家咩樓價啦？韓國包括日本而家咩樓價？有眼光嘅朋友就知道呢啲係咩情況啦。咁當然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嗱，其實咧大家知道中國始終都有10幾億嘅人口，但係其實而家中國咧由人口紅利變成人口遷徙嘅紅利，咩意思呢？就係即使而家冇錯，我哋嘅出生人口係少咗，但係其實喺1、2線城市仲會繼續紅吸翻3、4線、5、6、7、8線以下嘅城市。嗱，譬如話，其實而家你只要係本科生，你就可以喺珠海攞到呢個珠海嘅身份證戶口啦，非常之簡單啦。同時呢，中國嘅戶籍制度亦都決定咗你下半生。譬如你如果真係攞到咩上海啊、北京嘅戶籍呢，其實你想享受到當地嘅教育啊、醫療啊、社保啊呢咁嘅福利體系，係同其他甘肅啊或者啲西北地區嘅地方係完全冇得比嘅。當然啦，前提你都係要喺當地有套樓先啦。所以咧，當你哋理解到呢一個 point， 你就自然知道啦。其實買樓本質就係買一個地方嘅綜合服務。千祈唔好以為你買樓淨係買咩鋼筋水泥，睇下嗰度幾靚，裝修幾靚，呢啲你哋問翻裝修師傅啊。同埋其次啦，喺中國買樓本質嚟講，你就係買一個地方嘅一個會籍制啦。因為你俾嘅錢，你俾嘅樓價嗰個價格咧，唔係話淨係去買翻你呢一套樓嘅建築成本，而係佢背後當地嘅政府係提供咗一攬子嘅服務。所以啦，呢一個就係中國特殊嘅土地財政嘅制度，或者咁樣講啦，當地嘅財政收入越好，嗰個地方嘅市政設施、社會福利就越好，咁啲人就越生活得越好，啲人就嚟得越多啊！咁啲人嚟得越多啦，嗰個地方嘅地價就越貴。呢個邏輯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開發商其實佢俾政府巨額嘅土地出讓金，包括呢個買樓嘅增值稅。其實呢一啲全部就係加喺樓價上面，所以換句說話嚟講，當你哋買咗一層樓，就相當於你一次性係俾咗預付咗你喺呢一個城市未來幾廿年嘅居住服務費啦。所以聰明嘅你哋，你理解咗呢個邏輯，你就知道點解北上廣深啲樓咁貴，嗰度福利好，就業機會多，人口源源不斷。或者舉緊最簡單嘅例子啦，你諗下90年代你喺香港洗碗，同埋你喺東莞洗碗，收入係差幾廿倍啊！相信屏幕前有好多朋友應該係深有體會嘅。咁調轉過嚟講啦，如果你唔係當地人，你仲去啲3、4、5、6線城市去買樓，咁個地方嘅城市發展後勁不足，咁佢財政收入會減少，你就會適得其反。所以喺呢度，大家一定要再知道一個 point， 就係一個地方嘅樓價嘅價值70% 係嚟自你選擇嘅城市，20% 係嚟自你選擇個區域，只有10% 係嗰層樓嘅本身。即係話你嗰層樓你幾靚啊，幾豪華裝修，你只佔到你成個樓屋宇嘅價值嘅10%。無論你係使咗300萬裝修定1000萬裝修，同埋你要知道裝修呢啲叫做沉沒成本係收唔翻嘅。OK， 所以如果你哋真係打算買樓，最好嘅就係喺你力所能及嘅範圍裏面揀到個地段最好最貴嘅樓，而唔係根據我個預算就60萬，
我就一定要買翻中山啊、咩港口啊、沙溪啲落後嘅地方，供過於求嘅地方，土地財政不足嘅地方，記住，中意你就租，發達嘅地方你如果喜歡就買，呢個又係好多人唔知道嘅一個邏輯，咁都係最關嘅道理啦。相信聰明嘅朋友一定可以舉一反三，就係其實你買一個地方嘅樓，本質上其實都係參與一個城市嘅發展，或者咁樣講啦，你就將一個城市當成一個股票啊，你買咗嗰個城市就係參與嗰隻股嘅發展啦。咁如果呢個城市發展起身啦，你嘅樓價，你層樓嘅租金咪就係股息咯，你層樓嘅日價就係你嘅分紅啦。咁我相信咧，follow我超過1年以上嘅朋友就肯定有呢個咁嘅認知同埋理解得到噶啦。咁跟住落嚟嚟到第3個 point， 亦都係最關鍵嘅 point， 我哋嚟講下一個大忌，買樓嘅大忌。就係90% 嘅人，佢係用租樓嘅思維去買樓。乜嘢叫做租樓思維？好簡單，經濟學上面其實呢一種人叫做短視，佢只在乎佢而家眼前嘅居住需求同埋每個月嘅呢個支出，忽略咗我一層樓作為一個資產嘅長期屬性，呢個特殊屬性，呢一種思維係非常之短視同埋危險。大家思考下啦，租樓同埋買樓最大嘅區別係咩呢？好簡單，租樓純粹就係一個消費行為，你就係你每個月交租，你換取係你對嗰層樓嘅居住權啊嘛。咁你租咗一度，我哋啪啪咪走人咯。咁呢層樓嘅好與壞同你嘅財政呢係冇咩長期影響啊嘛。但係你買樓無論係出於咩目的，你本質就係一個投資行為，你將你大量嘅資金鎖定喺一個固定資產上面，咁呢層樓呢嘅升值同埋貶值會直接到影響到你嘅財富，即使你唔賣，我唔相信屏幕前有朋友真係你層樓升同跌甚至乎跌啦，你個心態不動如山。如果唔信嘅話咧，你哋去睇翻我啲 diss 某啲樓盤，睇下下面啲評論區就可以發現咧人類嘅生物多樣性啦。OK， 咁同埋啦，大家諗下啦，租樓嘅人佢最中意咩啊？佢最關鍵注意咩？我就住得舒服啊嘛。佢哋最中意講其實性價比 CP 值，所以往往啲租樓思維啊，佢哋咧佢睇重嘅就係而家居住環境幾好啊，個戶型要大，裝修到新，環境要靚，就忽視咗地段啊、學區啊、規劃啊啲咁嘅長線因素，包括當地嘅經濟啊、就業人口啊、產業嘅比例。我唔係同大家講笑啊，你真係買你幾廿萬，你諗下你做生意幾百萬去裝修，你都要了解市場。咁你買層樓，你點解唔去做功課呢？所以咧喺我哋行內以前有句說話咁樣講，就係咧炒家就買平嘢，用家就買貴嘢。同埋啦，數據而家又顯示啦，基本上而家發展商咧都係抱團去搶佔翻啲強1、2線城市嘅核心地段去攞地，郊區地段佢哋攞都唔攞啦。咁你就咁樣諗下啦，如果一個地方發展商又退出，又冇央企國企，發展商佢願唔願意攞地，你仲去入場，咁你唔係韭菜，咁邊個係韭菜咧？更加唔好話啲3、4線城市嗰啲一般嘅地段啦。咁呢個就意味住咩啊？一級市場已經同我哋係上咗一課啦。錢就喺擺喺人口流入、淨流入、產業旺盛嘅地區，你要投就係投核心區，偏遠地區3折都賣唔出，徹底喪失流通性，成為真正嘅不動產。其實 Wing Sir 從業咁多年啦，去咗咁多地方考察啦，我用2個例子，其實包括用呢個珊瑚海，可能屏幕前好多朋友就會知道啦。你珊瑚海當時呢個時代，珊瑚海珠海本地人都唔中意嘅，當時開盤嘅時候，因為當時個金灣區仲未有呢個航空新城嘅概念。咁當時呢，有個朋友佢就以8000蚊嘅高價嚟買，因為當時附近6000蚊已經任揀噶啦。咁好啦，佢17年嘅時候，佢層樓16蚊賣咗，但係同樣地，咁佢當時有個朋友6000蚊買咗坦洲。同樣對多17年，佢嘅朋友呢喺9000蚊嘅價格賣咗。表面上兩者都係賺嘅，但我相信聰明嘅你哋應該 feel 到啦。呢啲表面上係賺，但涉及到嘅機會成本咩叫機會成本？就係你為咗一件事，你放棄咗另外一件事，你付出嘅代價啊嘛。咁大家就可以 check 到啦，呢一個機會成本究竟係差咗幾多？咁當然啦。唔記得當時仲係旺市啦，咁而家呢，你如果21年買咗坦洲嘅樓盤，譬如話咩錦繡國際花城，你考慮嘅就唔係話你蝕幾多嘅問題，係你以後仲賣唔賣得出嘅問題。
咁譬如話前幾期我又做咗一期橫琴樓市嘅數據分享啦，咁都係仲有好多人邊度都唔硬，就係把口硬啦。雖然話橫琴嘅戶籍客人口只有5萬唔到，庫存其實就得1000幾套，竟然都有人話喪失流通性，呢啲咪就係典型嘅佢唔睇數據唔睇現實就睇感覺嘅典型嘅人咯。OK， 但係另外一邊大家睇翻，坦洲而家1、2手嘅庫存掛牌已經係超過1.5萬套，人口持續流出1.5萬套啊，大佬，咁少嘅地方庫存掛牌持續上升緊，咁好多人就話我近珠河就係買，我可以咁樣講啦，呢啲人你咁樣去睇表面嘅嘢，你唔中伏，邊個中伏啊？啲中介咪當你神咁拜咯。因為好多時候呢，真係甚至乎有啲中介喺度推銷啲樓盤，推銷咩養老啊、度假樓盤啊，但係其實我都會問翻佢啦，你咁樣 sell 啲退休人士去買，其實你會唔會介紹俾你爹哋媽咪買呢？所以啦，同樣地啦，即係今日有好多角度啦去分析啦，所以今日呢，有感而發啦，真係基於呢個經濟學同埋金融常識嘅呢個冷靜分析，咁當然啦，大家唔了解都唔緊要，因為點解呢？有 Wing Sir 團隊啊嘛，所以我通過以上3個層層遞進嘅呢個邏輯分析，分析咗點解勸你哋唔好亂買樓。簡單回顧一下啦，第一，唔好跟住自己嘅喜好去做決定。第二，你一定要知道，你買一個地方嘅樓，本質就係買一個城市嘅綜合服務。窮地方、落後地方，喜歡就租，千祈唔好買。第三，放棄租樓嘅思維，用投資嘅眼光，因為你嘅生命都係投資垃圾資產買唔甩，最終得不償失。好啦，其實我好鍾意有一個說話，我覺得作為今日嘅 ending 啦，就係咧，財富其實就係咩咧？就係對一個人認知嘅補償，而唔係勤奮嘅獎勵。咁好啦，記得如果今日咧幫到你哋嘅話咧，記得評論區打理解，你喺 Wing Sir 知道我嘅輸出真係可以幫到你哋，同埋大家咧多啲 share 俾有需要嘅朋友。咁當然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呢個199嘅內部付費群組，或者咧對金灣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 Sam 金灣嚟進入呢個業主免費業主嘅群組，獲取最新嘅資訊。我會喺裏面講更加多人哋唔敢講，你哋平時都唔會聽到嘅最快最新嘅內容。